1、2、3，对，麦克风气量。1、2、3，1，还是稍微会。1、2、3，对，1、2、1，1、2、3，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这诗歌说：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喜乐的心是最好的药。跟你的旁边祝说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好，手借给我来，安尼较袂寒。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再一次来，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他医治破碎心，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因主的喜乐，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再一次来宣告说：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弟兄姐妹昨天好冷，对不对？这几天好冷。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把四季终于有一些的恢复，有这样的分明。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来到主的面前凡事都有它的美意，所以不论是顺境逆境，最近我们在看约伯书约伯记那我们看到有时候很多的状况我们不能明了，我们读者最清楚前后文来龙去脉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在掌权，但约伯到最后他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怎样亲眼见你才能够恍然大悟。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求问神有时候像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不是什么事都能做，而是说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面对各样的困境或是环境，然后我可以勇往直前，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感谢凡事先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说我们开口来祷告，开口来感谢，求主也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跟亏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凡事都有你的美意，不管是顺境逆境。主啊，我们恳求赞美你恳求你的赞美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恳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赐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活水喝，医治我们破碎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你的帮助。主啊，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虽然天气寒冷，我们依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护卫着我们。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要学习赞美你，感谢你，因为都有你的美意，也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依靠你，更能够知道你借着万事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是要我们更加亲近你，如入切慕溪水一样。谢谢主，赐给我们喜乐的心，能够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继续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来祝福。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喜爱神的命令，这人便为有福啊！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不管是执政掌权或是在野，都要喜爱耶和华的命令，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国家能够蒙福。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国家，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有中国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有内在的为了莱猪，为了很多这些的议题，在做一些的对立冲撞。我们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整个这样的场景革命所带来的这一些的环境的变化，我们恳求主面对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生活形态的变动，帮助我们我们国家在整个可能现在的经济，对不对？现在那个我们的转账、我们的金融都有很大的一些的变革。我们怎样去面对现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恳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执政掌权的做这些决策的有智慧。你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心充满神的这样的智慧跟属性在它里面。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祝福我们的国家、城市，是属神的，是有神你的同在的。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的总统、文武百官认识你、敬畏你，他们才能够行出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奉你名来祝福，祝福对岸主啊，让他们心柔软，让心真是和睦。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们祝福。谢谢主，你今天把我们摆在台湾，虽然外界很多不承认我们是国家，但是我们依然有自主的主权。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执政掌权的，都爱护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让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是使百姓能够蒙福的政策。奉你名来祝福对岸这些领导者有和睦的心、柔软的心，祝福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变化、变革的当中，我们国家很快能够适应，能够带领百姓走出一条有盼望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你在这个国家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要为了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来祝福。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
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你是帮助我的，你是搭救我的。当你在做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是帮助我的，你是搭救我的，你是医治我的，你是带领我的，你是与我同在的。你可以这样的做这样的宣告，在这几方面，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或是坐着手按在你的需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或者是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医治、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同在。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一同来宣告你是那耶和华以勒，是供应足够有余的，是让我们能够满足的，不致缺乏的。你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不致缺乏。谢谢耶稣，你也是医治我们破碎心的主。主啊，你了解我们内在的心情，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亏欠，但是你依然用你慈神爱手来护卫着我们，来引导着我们。谢谢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祈求施恩的宝座面前，同得你的宝座所留下来的恩典。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那位预备足够供应有余的神。主啊，我们要宣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那医治我们破碎心的主，你是了解我们内心的软弱亏欠的主，并且用你的慈爱来接纳我们的主。主啊，你也是在我们面对困境的道路当中赐下你有旨在低的道路。主，我们奉你名要来宣告主啊，你是搭救我们的，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磐石，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为了今天的主日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简单，我们再来一次好吗？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可以在祷告说：凡我们所愿意的不是你们，凡我所愿意的，祈求神就给我们成就那当然要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要为了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了各部会各组或者财务部那我们要在月底的时候召开会员大会这些的手册都是要在各部会订正或者是在查看，祝福我们这些同工有一颗明亮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见在整个安排的过程当中能够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也为了青年的牧区要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祝福我们青年牧区兴起更多这些的年轻的领袖，来看见这世代可能被称为厌世代或是什么世代，但是我们要看见他们要在主的里面怎么样成为有盼望的世代，叫做盼世代，阿们吗？说我们要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为着这些年轻人来祝福，让年轻人能够来到主圣的宝座面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这世代需要你的同在，这世代需要你，特别是这些年轻的世代，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个世代是有盼望的世代，
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面对新的一年，主在你显现的节期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不管是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不管是我们前景如何，我们都知道有你的慈神爱所在引导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看见你的荣耀，感受到你的同在，在敬拜当中领受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让我们一起欢唱，来一起敬拜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从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前行，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公义主明亮前行，现在永在的君王。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永在的君王，永在的君王，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献给这位在
拜这位赐给我们幸福的神。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摇摆。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藏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我们一起来拍手。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幸福就是我们有一位神，他可以分担我们的忧虑，让我们将我们身上的重担交给神吧。因为神是慈爱的，是良善的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思想。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神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离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承受
随动摇，你随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面前承受你，洒水动摇，你随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主啊，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主啊，帮助我们来爱你，就好像你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爱不够，需要你更多的爱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愿我们都更认识你是那伟大圣洁的主。每一次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每一次的敬拜，让我们知道你是使我们能够经历幸福人生的那位主。透过我们的敬拜，愿你来悦纳；透过你的话语领受在我们心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周报的消息。天气寒冷我们请我们真的出门要多添加一些衣服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启动秋冬的防疫专案进入到教会，请我们务必戴口罩。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一个社交的距离，我们来欢迎邱勇姐妹她的成人会籍已经转入本会恭喜她成为教会的一员。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看到OK。好，我们在1月的31号我们一定要举行定期的会员和会请我们的会员要注意。那如果你不能参加请向小组长来请假那请各部会的这些同工请你们看一下各部会的资料，然后做一些的订正那我们在今天下午的3点之前至干事室来确认手册相关的资料并签名订稿。我们崇拜部的影音管理小组需要招募我们有投影的、有音控的同工，这个都很重要如果音控的牧师在讲，把我的声音调小或是把它关掉，我就没有办法讲，所以这个需要很多这些的同工一起来参与那也透过一些的训练来帮助我们在整个礼拜当中能够很顺利。我们因疫情的需要，请我们进入到教会，请我们一定要刷卡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哪些人进入到教会。如果你没有名牌，请跟我们的名牌小组那边来讲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进入到教会有哪一些人实名制这样请我们务必要配合。如果同工看到你没有刷卡邀请你刷卡，你不要说我不要请我们务必要一起来配合。那教会来致赠我们兄姐因为快要过年了，对不对？哇，2月初就过年了那我们教会有预备每户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春联当然如果你有2间3间的房子，你就可以跟你的小组长领了祝福更多，好吧那跟文成长老或者是我们主任干事张玉来领取从今天开始可以开始来领。
我们请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会员请你到社区干事那边来缴交本年度的常年会费是500元。欢迎我们弟兄姐妹来加入我们的协会支持我们全人的生命教育的事工。那我们教会透过社区的事工，也举办了110年度的志愿服务基础及社服特殊教育，这就是志工的训练及特殊的训练。那我们的日期在上面那我们可以上网来报名一起来使你的生命更加丰富，也分享你的生命给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志工我们看到很多投入在志工，也因为参加志工进入到教会信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祝福让他们经历到上帝丰丰富富恩典。那我们在109年度这个到110年度的1月17号，那我们的互助社的社员可以领这个社员的纪念品。那发放至2月26那110年的1月24号，我们会在我们的主堂2楼这边礼拜堂来举行请我们如果有参加这个互助社会员请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是好消息了好，那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念2遍，一起来。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路加福音2章29到30节，我们再一次。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路加福音2章29到30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感恩来表达。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人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人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我们信心来宣告来。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现在，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全球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求耶稣，你在我们将来教会新的一年，能够让我们有新的气象，有新的盼望，也让我们在真正新的一年可以真正领受到幸福。感谢你，
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愿主来悦纳。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门。坐下，彼此祝福说，上帝的话语要给你恩典跟祝福。上帝的话语有恩典，有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翻开在路加福音第2章，我们要从25节看到35节。马太、马可、路加在新约的第3卷。路加福音第2章25到35节，看看你的邻居有没有圣经啊？我们彼此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你，只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透过你的话语真理，显明你的慈爱，显明你要给世人的盼望。愿你开我们心窍，明白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遇见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我们在1月我们会透过爱幸福，透过神的爱怎么样充满在我们当中，如何去经历到他的同在？什么是使你觉得幸福呢？那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来祝福最近好吗？新年恭喜，祝福你可能有一些祝福的话，就会彼此来互道平安等等这些。那有一些回应就是说还好啦，最近过得去了。那比较积极的，比较有盼望的说很好很好，我最近好极了那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真的非常的快乐？快乐跟幸福好像有一些的连结联系那在哈佛最近有一门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由这个班哈夏，就是塔尔班哈夏这个所谓的人生导师，他开设了一门正向心理学。那这一堂心理学里面开的就是幸福学那在网络造成了很多的轰动那特别你曾经看到一门课程大概超过1400人修的嘛，很少对不对？那特别在哈佛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也透过现在知道是线上的学习，网络的学习所以也造成网络疯狂的这样的一个下载那其实根据在长期的调查就
哈佛这些的学生毕业生，那调查就是说你有多成功，跟你有多快乐，其实它没有必然的关系了没有必然的关系，反而是拥有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人际的关系，是幸福的最重要的关键。我再讲一遍这个幸福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你跟人、跟神之间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这个才是幸福的最重要的关键那么它最重要基础在哪里？在家庭。家庭本身的关系如果和睦，就会影响到他跟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跟他所接触的人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其实透过彼此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这个我们人跟上帝、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如果和谐和睦，你就会觉得说，每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哇，我觉得很幸福。如果你参与一项服事，或者是做一件事情，你觉得非常不快乐，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对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其实，在环境所带来的这一些的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一些的想法。在旧约，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就是有一位长者，他的一生都在等待什么？等待，因为他面对他们当时那种环境被外族的统治，还有就是在环境所带来的这一些的可能黑暗这一些没有盼望所造成的一些的比较好像觉得不快乐、不幸福那他一生就是在等待有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主来降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也许是当时候犹太人他们在期待的这一些的生命的故事。那这样的故事会是我们的故事吗？会是我们想要去寻求的吗？我看到赖的群组有一些同工就讲说，牧师可能在第2场礼拜有人会带慕道的朋友来，希望牧师为他们怎样祷告祝福。为什么要祷告祝福？可能他们面对了一些的困境、困难，所以当他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有什么样的力量来帮助他们？通常我们无法想有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祷告。那请谁为我们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生病了，你有一些的软弱了，你可以请教会的谁来为你祷告？长老了当然牧师也是长老的职分是教导的那除了牧师之外，可不可以请长老？跟你旁边说可以。所以如果牧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都没有回答，就看着办。你可不可以自己祷告？试着吗？把你的心事告诉这位神好吗？有时候你的开口，你诚心的祷告，比牧师的祷告还有用。阿们吗？都不敢回答。你知道，如果你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刚才的那个祷告会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你祈求，你就可以得着，可以遇见。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透过这段的信息我们一起来领受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对你来讲，什么是幸福？对这些的街友来讲，可能他的幸福是我有一顿饱，我有一个可能像这几天的天气这样温度，它可有一个遮风避雨，或者是有一个温暖的窝。所以我们来看如何遇见幸福，这是很多人在寻求的。这个也是为什么遇到很多的困境需要很多安眠药来帮助他入睡。有人觉得说，我如果能够好好的睡一觉，那是多么幸福对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是非常的痛苦。再怎么数羊，
1只、2只数到100只、1000只，还是不能睡。当然我们不鼓励用药，但是有时候适度的但是不要被它捆绑住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面对未来或是现在，你觉得你幸福吗？你会选择怎样我让大家来选择。如果你觉得我看重现在，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那未来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那是遥远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觉得现在我比较看重现在，有没有？有OK， 好。有的人是未雨绸缪嘛，对，我有好的计划，好的未来，对，我看重将来未来的事情，有没有？有，也有那其他没有举手，到底是怎样？就这样嘛，反正或是都重要好，所以我们再来进一步说，你认为现在很糟，那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感谢主至少不会觉得很糟来，第二个如果只想享受当下，那将来很糟也无所谓，有没有这样的？都没有人举手。第三个现在的辛苦是为了将来的舒适，所以很多人就怎样，日打拼，米啊拼，对不对？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他早上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就去这个民宅，然后做水电，做完之后8点要上班了就去公司，下班了又怎样？又去做。那暑假的时候，你要知道我长子嘛，放假嘛来跟我去，做什么？打墙壁。你知道以前要配线、管路，那个开关，用那个锤子、用锥子去打。那我是水电工的儿子我当然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合我就跟我爸爸去为的是什么？将来，为了能够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第四个，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喜欢现在，但是对将来期待而满足。你有对现在你觉得有吗？这个比较多OK， 好，我们都有不一样的选择，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在刚才我讲的这个班哈夏这个塔尔他名字比较难记塔尔班夏哈了他班夏哈，他在他的这本书里面更快乐就是哈佛最受欢迎的一堂课那我看我就马上上那个网站把它购买电子书，看到喜欢的我就马上把它下载在我的电子书里面。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一些的经济所谓场景革命，就是从 PC， 从可能不同样的场景从你去馆子吃饭，现在呢懒得出去，太冷了，怎样？手机拿起来，这个年轻人很会呢，手机拿起来，同工问我说：“牧师，你要吃什么早餐？哪一家？”点完之后，你知道吗？等一下，Foodpanda 或是 Uber Eats 就送来了加个几十块给他跑路费嘛，对不对服务费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经济在改变也影响到我们可能等一下牧师讲的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对现在跟未来是选项1、选项2、选项3、选项4那透过这个这本书其实可能要反映出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所变革所带来的一些的选择跟困境。可能牧师刚才提出这4项，可能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是有被
做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影响，那我也影响到现在，或是影响到未来。所以有人对未来没有盼望。为什么牧师讲这些？其实，在西面，在圣经的时代，很多人是没有盼望的，在黑暗之中，在绝望之中。但是西面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他期待，他有对未来有一些的盼望。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的小确幸，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一个消费券花完了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花完就作废了，对不对？好，可能是一个政策，哇，小确幸小幸。我们来看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有4种的快乐的模式这4种生活对现在或是未来可能会影响到你我。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在变革影响到我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你看到喜欢，可能以前你是要到实体店面去购买，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到喜欢的有没有看到那个最近有一个广告在拍片，缺什么缺什么，很难在山里面但是突然想到可以透过什么这样的一个外送的平台从家乐福从哪一个就把他的需要的东西送来了，你就付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革命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过去可能不习惯这边，但是未来在支付的系统已经改变了已经所有在整合过去你拿那个那个什么，台北用的是悠游卡因为很少在用悠游卡，但是你之前在高雄你要用什么？一卡通，对不对？你拿了悠游卡，然后下到南部不能用，你一定要换一卡通。但是现在都把它整合，你拿悠游卡到南部，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可是你现在你的这些的付费的机制系统，可能你付这个，他收这个，你付那个收那个。但现在最近已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政策。就是它可以把它做一切的整合，其实对你我来讲，这个都是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整个时代在很大的一些的改变宅经济等等。所以我们来看刚才牧师讲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有虚无主义，他把它看作汉堡来看的时候，就是低级的对现在、对未来。其实都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都坏处，有没有？在左下角那个1然后第二个，哎呀，现在管他明天怎样现在我就及时来行乐这样好，这个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拼命，然后赶快努力拼命那可能拼到最后怎样？他的身体坏掉，但是我要为了未来。就像我老爸一样拼到最后，哎呀，糖尿病因为他的饮食就不正常，对不对？早出晚归当他发生车祸的时候，一量那个血糖多少？400，医生说你这个脚要截肢。还有我妈妈她信主了，祷告，我们祷告了，大家为她祷告。那时候我爸爸还没有信主，然后医生那个院长一直摇头，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妈妈就比较正面的，你就尽量医治，然后我们祷告，结果呢1个多月之后，他的脚伤口好得很，所以连院长也说，嘿，你们的上帝真的很奇妙。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拼命为了未来，但是现在呢？他要付出很多的劳力。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快乐型的好像理想的汉堡，我对现在都未来都很好，但是真的是能够一直到永恒吗？这是一个问题。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面对一些的困境，我让大家看到这个图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那个第一个是什么？坏的，就是你等到了，你面对了。可能就是沮丧，那你面对你的环境所带来的不安、沮丧、困境了，
甚至是死亡，亲人的这样的死亡。我昨天去参加一场的告别礼拜哦，就是回到新庄那边，哦，其实看到有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会直接影响到他所面对这一些的状况哦。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大概刚才跟大家分享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这种汉堡哦，就是既不美味，也不健康啊，对现在对未来都没有好处哦。那这种汉堡的应对行为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对现在你的生活，你已经失去了一些的希望，你无法享受在当下。我再讲一遍哦，就是对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些的希望，活着好像没有什么这样的意义，也没有对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所以我们来看，当时候西面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是这样的，在环境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个黑暗，没有盼望。那对现今的世代来讲，有一群人叫做厌世代。不是他厌世，不是他不想活，而是这个厌世代大概是出生在1990年，大概如果民国80年前后的，他是含着滑鼠出生的，听懂吗？有的含着滑鼠，就这个世代可能他一出生来开始就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滑鼠这样的一个世代哈，然后他们是蛮优秀的一代。却是在整个社会过程的变动当中，他们充满彷徨不安，他们不断在用疲惫的身心灵在寻找有光亮的未来哦。但是这一群叫做厌世代哦，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名词，有时候我们不去了解，我们就不明白原来那大概这个年代就是我的儿子这个年代。我儿子是老大是84年，老二是88年，所以大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他们对这个世代的内在的心态，我们就很难跟他们有什么沟通，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所以这个帮助我们，如果有好的人际的沟通对话，才会带来什么幸福哦。第二个我们来看哦，等到满足了之后又怎样？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对现在好像有好处吃了哇很舒服，但是对未来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哦。那吃一吃满足现在有没有？哇，好吃吃完之后呢，开始发觉奇怪，我的身形怎么开始有一些的变化？昨天碰到有一些的会友，你怎么那个身材又改变了？然后回去，牧师，你跟师母怎么变年轻了？那有一些人就说，我看，奇怪，你怎么越来越像大胃王，越来越像大富翁？所以就会开玩笑其实我们看到，可能当下他喜欢吃美食，但是他不顾未来，你懂吗？一直吃，拼命的吃，然后就会看到整个身材会走样，所以对未来没有什么好处。这种叫做享乐主义型哦。那生活先蒙其利，然后怎样？蒙受其害所以就身体会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负荷所以享乐主义它奉行的就是好逸恶劳。其实有一个故事在书本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在美国的老电影里面有一出叫做阴阳魔界，里面有一个故事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有一个歹徒一个坏人，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被这个警察打死。那时候呢，有位天使来迎接他并答应他能够实现他的每一个愿望。那这名歹徒他十分清楚自己一辈子干了坏事，所以不敢相信我真的有可能进天堂吗？起先他
啥拢无啊，一头雾水哦。后来呢，既然是有好运好处，我就接受了，所以就逐一讲出他的愿望，还有我想吃好吃的美食，马上就有好吃的美食出现啊，过来想着，哎呀，我希望有好多的美女，就有好多的美女就出现在他的身旁哦。他对这样时候的生活没有什么挑剔啊哦。所以他继续享受这样糜烂的生活，一阵子之后，他的乐趣好像越来越减少哈。那游手好闲的日子，有时候觉得怎么样，枯燥无味，所以他就要求天使说：“不然你给我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好吗？”哦，那天使告诉他说：“你在天堂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但是除了工作机会之外，啊，怎么这样哦？”所以他在毫无挑战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怎样？越来越沮丧。最后他极度的绝望，对天使说：“我想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哦，所以自以为这个身在天堂的这个歹徒哦，后来他看到这个天使突然的变脸，变回这个狰狞的脸。所以他这个告诉这个歹徒说：“你知道吗？这里其实就是地狱。”哦，好，所以我们看到享乐主义的人，他以为现在就好像是天堂，但是面对未来的长期的，他会觉得说他的人生好像是地狱一样。其实这种代表以月光族来讲，什么叫月光族？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月光族就是怎样？来，我们说说看。晚上不睡觉。来，有没有？有多少花多少，对不对？他喜欢追逐什么新潮，只要吃得开心，穿得怎样，光鲜亮丽。想买就买，没有想刷就刷，对不对？那根本不在乎钱财。他的名言就是说什么？我能花才能够更赚哦。然后花光用光自得其乐。所以台语说赚偌济开偌济赚溜溜，吃溜溜这个叫做什么？月光族其实就是享乐之后呢，其实对未来他不知道刷了之后的结果是怎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所以当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后果，账单来了你要付上代价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世代其实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因为卡债，然后呢他就深陷了什么没有盼望，没有未来。好，第三个我们看等到什么样？等到这个无助之后呢？这种汉堡我们来看这是味道不佳，但是它用健康的食材来制作，它对将来是有益的。有没有人知道说，你看那个有机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没有毒、没有掺这个一些的调味啦或什么吃起来不像那些有调味过的那么美味，对不对？有没有？但是吃下去对我们身体是什么？好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其实它添加很多什么，让我们的身体负荷不了的一些的食物。所以现在看到一些的蛋糕，烘焙做的，哇，对不对？配个咖啡，多好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面粉它已经有一些的改革过、改良过，其实基因的改造什么吃下去后来对我们身体其实不好，很多的癌症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所以重不重要？其实都在在我们身边成为影响。好，那这种对现在没有好处，但是它
为了未来，所以刚才我说让大家去做一些的思考，说，我现在拼，但是对未来我是有好处的这个叫做拼命三郎行他以前途为重为了要将来的收获，他宁可牺牲现在眼前的一些的这样享受，有没有？有，一直打拼，像我父亲。过去有的会有的打拼，想要去玩的时候，结果脑血管啪，再见，好像都没有享受到。你说他没有钱吗？有没有钱？有。所以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把握当下但是也要规划未来，好吧？所以他完成他的目标他为了未来，他努力工作，但是其实他没有什么好的生活品质。很多人是这样子，不懂得你所赚取的，然后适度的，不是说太过这样的一个浪费他没有办法去享受他的生活，他只要达成未来目标，他觉得就可以让他有快乐，他的存款里面多加几个零，哎呀，我安心了，对未来我退休生活我就怎样，我就不用担心了。但是人的生命真的是瞬息万变，最近才接到一些消息，就是我以前的会友，18岁骑机车，我听了心里好难过，就这样蒙主恩召了，上个礼拜还在带敬拜，所以我们看到那种生命可能瞬息万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为那个死人都是年长的嘛？不是，棺材是装什么？死人，不是装老人。所以我们生命真是无常。所以你如果把握住你可以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好，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许许多多的困境那我们看到有的是对未来、对现在有这样期待。我看那个刚才举手的人很多，这个是既可口又健康。对现在你有这样的盼望，对将来你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生命多么无常，就好像刚才牧师跟大家分享的，你可能觉得我骑很慢才30-40，但突然从那个巷口冲出一台车子，撞到肝破裂，就回天家。真美好的人生呢！哇，我听了真是很难过了。但是又能怎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瞬息万变的世代，你的计划怎样赶不上变化？去年我都想出国，结果没出国就回去入股了，出国。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规划好，我前年10月就规划好了，但谁想到1月开始、2月开始就碰到什么疫情，就傻了。对，你没有办法掌握未来，你只能够期待，就好像西面一样，他一生他在期待有一个盼望，一个影响在他们当中。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确信你可以遇见幸福吗？在幸福的旅程当中，可能我们面对一些的困境，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了对未来、对现在，好像你都有充满了这样的盼望好，那我们其实面对环境的困境，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有哪一些的，不是小确幸，而是确信你能够遇见这样的一个未来。还是有盼望，有依靠，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在这样的一个沮丧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如何展开你的幸福旅程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沮丧之后呢，我们面对这些困境，上帝有爱，就是在西面他所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时候是充满了什么黑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黑暗当中有光照他们。谁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上帝的慈爱跟怜悯，使那在绝望当中的人能够出现曙光。我们一起来念来。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78到79节，就是在他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被殖民的过程当中，在西布伦，在那些的地区，其实是长期被外族所统治、压制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未来，没有盼望。满足之后呢，上帝给人有这样一个盼望。当你在享受你这样的一个现在，但是对未来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跟盼望。我们刚才从那个象限里面，那个1、2、3、4里面，我们看到可能我们身在1、2或是3，我们的内心可能面对一些的困境，我们无所适从，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就好像当时候西面所处的那个环境当中，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期待有一个政治的弥赛亚，骑着战马，结果来是骑着什么？怎么这个救主弥赛亚是骑着驴驹，不是骑着战马？我们期待他来带领我们，能够胜过罗马帝国，能够建立一个什么属于我们自己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但是又失落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话就安慰。上帝的话透过西面让他看见说：“哎呀，我所等待的，我所期待，跟一般世人所看的不一样。”他看见圣灵与他同在，充满他，他看见了他的未来。有些是你知道你将死，然后你还怡然自得，你还怎样可以安然去世？有没有？我昨天看那个长者，94岁，他的先生是我去新庄还没就任的第一位服侍的这一些的会友，他很伤心的。牧师平常都有检查，为什么一检查就是肝癌末期？我说我也不知道。当我在陪伴他们在最后一程的时候，从早与他们在医院，然后陪伴，最后我就告诉他，丢了吗？我们顺服，我们放手，让上帝接手，好吗？很难的，他们感情非常的好。最后他说：“牧师好。”我就带他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们顺服你，因为生命在于你。”所以当他跟着牧师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再进病房，唱个诗歌，就这样，他很平安的。昨天我看他的面容非常的安详，即使是在有这样的一个困苦，他是在什么时候不晓得，早上那长老要送早餐去他的房间，他就倒卧在他的房间地上，好像一个婴孩这样一样。西面他讲说：“主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在这样异族的统治、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的这样的当下，我们看到这位有信仰的长者，他有圣灵的同在，他有圣灵的充满，他用一生的时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样的盼望。终于他看见耶稣，他知道，因为圣灵感动他，知道这是要拯救他的百姓的。过去一切的规条、一切的律法没有办法满足他，但是因为耶稣他是成全的律法，所以他来
他看见了，他遇见了救恩。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当我拥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不管是几岁，虽然面对困境，甚至面对死亡，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吗？不一定，看你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长者是非常有信仰。我看昨天的丁龙，他的信仰也非常的好，第一代基督徒，嫁到基督徒的家庭。虽然他面对一切的困境，他常常祷告，他常常在信仰里面为整个家族在守望。弟兄姐妹，可能你面对有一些的困境，只有你信主，你怎么办？神的爱与你同在，神给你有这样的盼望，就好像西面他看到耶稣一样，他遇见了耶稣，所以他心里死而无憾，所以他才能够讲说：虽然我面对死亡，但是我可以安然去世。我们可以这样吗？或是面对死亡，我们还是充满恐惧？在我们无助的过程当中，上帝赐下这样一个信心给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我们非常清楚的，常常在电线杆上面，但是我们看了就看，但是有一些人看了，他记在心里面，他寻到这样的一个盼望。原来耶稣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原来耶稣是要把他的子民从罪的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耶稣以马内利，彰显上帝的同在。所以当我们在说耶稣是他要把他的子民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西面的祝福祷告的过程当中，玛利亚听了不知道什么样的滋味。前面你就讲到前面就好嘛，你干嘛要讲到后面？后面讲说要让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然后他的下场，他的未来。但是我们看到是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他要自己付上代价。所以耶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要定我们罪，他是要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慕道的朋友，你知道吗？耶稣是为你而来。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吗？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他分享他的使命给我们，我们不应该好好的去领受、去实践吗？这段话其实伤透了玛利亚的心，但是他还是顺服，因为他有这样属灵的经验，他从圣灵来的感动，他知道他要承受这样的使命，所以他说：“情愿照着这个话实现在我的身上。”他顺服，虽然面对未来有这样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依然帮助他能够面对耶稣要被钉死，他要失去一个儿子。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在快乐之后，在你面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其实上帝给我们有约，透过旧约，透过新约，透过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他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约，是一个新的约，是一个恩典的约，是用我的身体所舍的，是用我的宝血所流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其实，在每年的1月6号，是所谓教会节庆的主显节，是耶稣降生之后显现，然后有东方博士去朝圣。意思就是说，第一次他降生，然后显现给这些外邦人，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福音是给世上每一个人。每一次的庆祝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嗨就好，而是要怎样把这样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未信的朋友。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与我们立的约是给全世界的，所以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给万民的好消息啊，是关乎万民的。今天我们领受了，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说，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透过我们成为一个施恩施福的管道。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黑暗当中救赎回来。所以我们看到长老，看到弟兄姐妹把人带到教会来，牧师你为他祷告，如果可以的话，你也为他祷告，守望祝福。我们一起来守望，一起来祝福这一些的慕道的朋友，当他们在寻找他们对未来，好像刚才那象限没有盼望的时候，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有这样盼望。所以今天1月6号以后，这个主显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彰显上帝的慈爱，然后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个人是对未来可以有盼望的，像西面一样，即使面对他要死了，他还是怎样说？我可以安然怎样去世了？可以吗？我可以这样吗？我的信仰可以达到这样吗？其实弟兄姐妹，不是信主人都可以达到这样，而是慢慢我们灵程是慢慢的成长。有一些我们在制定教会的一些规矩，我们也要考虑说，像罗马书15章1节2，你们坚固人要担待软弱人的软弱。所以神的话就在提醒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都不一样的阶段，然后我们就有耐心的帮助他。就好像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阿嘎陪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用那个比较高的标准，彼得回答说什么？记得吗？耶稣，我怎样？回了你，我爱你是友谊的。第二次耶稣又，彼得，你阿嘎陪我吗？彼得又回答，我回了你，我爱你啊，是友谊的爱。第三，我们看到耶稣他就好了，看见我们的不足软弱，彼得，你回了吗？耶稣，我回了你。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幸福是当你能够包容、接纳、和好，你去关怀，其实那个幸福就开始了。特别是有神在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能够知道说，爱幸福是因为看见神的救恩，我们才有未来，才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幸福啊！原来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他甚至为我们的未来已经预备好了。你愿意过这样的幸福人生吗？你愿不愿意？当你得着了，你愿不愿意分享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所领受的？即使是一个关怀，一个代祷，神透过你可能引导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得着这个永恒的救恩。设定对象，代祷，与他建立关系，带他做决志。继续陪伴他，好吧，一起站立哦。幸福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永恒。幸福是因为你信靠他，每一秒，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或是顺境。最近我体会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说，凡事是什么？现代中译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能够面对各样的环境，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哇，我
得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帮助，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逆境，主啊，只要你给我有足够力量智慧，我都能够去面对，即使是死亡。西面，他能够展现出哇，好保罗一样，我盼望是未来与主同在。如果比较起来，我比较想跟主同在。但神还要用我们，好吗？神还要用我们，好好的让上帝透过你做比他更大的事情，阿们吗？神要使用你，可能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家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语。来，手借给我吗？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点滴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我在主爱里，幸福是真心永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将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以他的看顾你。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以他的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的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的看顾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幸福是相信你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理。幸福是我们可以交托卸下我们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主啊，我们的劳苦，我们的重担，我们把它带到主的面前。你必看顾我们，你必使我们得着安息。谢谢耶稣，因为你，我们才有现在，我们也拥有未来的盼望。谢谢耶稣，提醒我们将我们所领受的美好，能够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就看到那个幸福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你的同在跟赐福就给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你付上你自己成为重价，成为代价，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赎回来。你也给我们权柄，能够随时的胜过这些黑暗的权柄。愿天父上帝，你继续用你的爱
来保护我们，来护卫着我们，没有离开你恩典的道路。亲爱的圣灵，你感动西面，知道看见他所等待的救恩，求你的圣灵也感动我们。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力量、永恒的盼望。愿主圣灵感动我们，也成为一个分享福音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愿上帝赐我们有美好的一个礼拜啊，充满神的恩典。我们彼此来祝福。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请起立，咱做伙来彼此来祝福好无？邀上帝是你祝福的气力。来，手借我安尼较袂寒啦。主所受苦的喜乐真多，我快乐。主所受苦的喜乐真多，我快乐。主所受苦的喜乐真多，我快乐。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搁一遍来，你受苦我来最大。主所的喜乐真多，我快乐。主所受苦的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来，搁一遍来。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搁一遍来，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咱要献上咱的感谢，加真侪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在你欢喜快乐。四关的我要学落你的名，主无言前伫所应允，亲像人有地看做言前的，就是宽容你，唔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咱要来开声感谢学落无衫会寒对无？有较寒注意咱的身躯，所以感谢主嘛难得看到雪啦不过天气的变化中间拢有上帝的念力，咱来感谢愿主继续来保护看顾咱拢会通伫主的恩典内底彼此来祝福，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你过去保护看顾，咱来上头在今日我来恳求你保守继续看顾，我来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落你。虽然天气咧变化，天气真寒，但你愿保护看顾阮，互阮会通伫这寒冷中间，主你的平安赏赐阮。阮也恳求你来帮助，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若有一寡只的欠缺、软弱、过失，恳求你来赦免，你的保护来遮盖，互阮的靠主。互阮的快乐会通伫遮来改变，祈祷恳求靠耶稣的性命，阿门。请坐。咱来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做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恁着学落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欢喜伊的命令下，少人有福气。咱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也互咱咱的执政掌权的咱的政策会通互百姓得到福气。为着对方领导者来祝福，捆绑遐个歹的心，遐个要侵略。要
要攻击咱的，伊会当变做肉的心、柔软的心，啊，搁有就是和睦的心，咱会当为着来做来祈祷。咱也为着咱一寡政策即摆来自啦，经济咱照讲，互这个政策是对咱有利益、有好的愿主来祝福去。咱开声来祈祷咱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是阮台湾的主，你是阮台湾每一位百姓的主，你是这块土地万有的主。愿主你来祝福。阮虽然面对中国不断每一天的威胁，阮面对做这个内部的忧愁烦恼、政策的所带来百姓一寡无共的看法。愿主你来帮助，互这份掌管智慧，我靠你，因为用别个神代替主上帝，忧苦要哪加天。愿主你帮助，互阮的百姓明白敬畏你，才会通过安居乐业、平安的日子。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的需要，咱的会当得到医治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愿一切找你的，因为你来欢喜快乐；愿遐个羡慕你救恩的，常常讲，就尊邀我最大。当时我是困苦丧乡的，主要顾少年我，你是帮助我的，拯救我的，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延迟。咱为着这5项心灵工作咱每一遍在做宣告时，其实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互咱的心灵更较勇壮，咱才会通有属上帝思想感情。如果你若伫这几方面有需要，同工为着你祝福来祈祷的，你会通伫遮徛起来是这个你伫你的病痛中间，你也手欢咧来祈祷咱诚心祈祷，上帝要伫遮来应允好，咱恳求上帝伫遮施恩所伊伫供应咱开声来祈祷，若有需要你会通起立哈利路亚，主，用你的名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前，特别你伊伫关于从我到阮三个同在，保守阮脱离一切的遮病痛，夺去阮心内一寡遮的烦恼。用你的名，你家己是阮所，阮的兄弟，会通经历你的供应医治，哈利路亚，阮恳求你来帮助。主耶稣，你是阮上好的朋友，阮万事拢通对你来求讨。阮的心肝检测有常常失落平安，阮常常看入伫遮艰苦的事，阮常常有面对着遮劳苦重担。你的话甲阮讲，凡事拢有通对你来求讨。愿主来说，阮透过阮诚心的祈祷，大大开喙，你就大大充满。互阮伫你面前得到你的接纳应允，你的医治供应，甲你引带，甲敬畏你的人三甲同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你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你。伊若所你着求。就
就要甲恁成。搁一遍来，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你若所爱恁着求，就要甲恁成。恁着求，就要甲恁成吼。咱来为着主的礼拜来祈祷有这国部会的会议求主来赐福气，也在财务好的手势的电果愿主来赐福。咱为着青年牧区吼为着这搁较侪青年人，因会通感受到因生命中需要耶稣，会当进到伫教会伫遮来得到这个救恩。咱会通伫遮每一个人拢会通有一个小组会通参与服侍。咱为着这个青年来祈祷，请咱做伙起立做伙起立，咱来祈祷，愿主来祝福。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这个礼拜的主，伫阮俄罗敬拜中间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救恩宝座设立，我会当伫遮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主你的恩典。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全世界疫情遐尼严重，你犹原阁阮会当伫遮三甲组织，伫遮来学乐敬拜，这是何等有福气！所以，阮爱保守即款的机会，阮要好好伫礼拜中间来认捌主你。领受主你的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你的话是阮路上的光，你的话会互戆人得到同担，你的话会互忧伤的人伫遮来得到安慰，你的话互找无路的人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所以透过礼拜，你的话真理叫阮得到自由。要阮陪伴阮的心，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阮也要做伙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力、荣光拢是所代代无尽。阿门。你着专心倚靠上主，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要指点你的路。而且咱真欢喜，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咱会当来到圣殿来跟对咱的主，只是咱着用欢喜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是忧愁真快乐，那是叫人饮食，那是平安真甜。快乐，每岁的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多欢喜，祈求主
你快乐，耶稣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记得主当帮你，祝你快乐，永远当你主快乐。要这有快乐无？咱真欢喜哦，因为主将伊的快乐放伫咱的心内，所以咱只是爱用欢喜的心、感恩的心，对头来过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那心的恶乐因心，我心平安真愿意。为你快乐，耶稣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一条主当帮你，祝你快乐，永远当你主快乐。来，三楼的兄弟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那也无通的快乐。你主好引领我心，最要经历归下伊。为你快乐，耶稣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你要主当帮你，祝你快乐，永远当你主快乐。来，二楼的兄弟来。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有恶所多，那对耶稣的大幕，为你主那咱抓做伙路。来唱。为你快乐，耶稣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你要主当帮你，祝你快乐，永远当你主快乐。哈利路亚！咱将咱的荣耀归给咱的主上帝。也这车坐，伫咱的一生中，咱要活着的时，咱就要时常来开嘴，吟诗学乐咱的主上帝。因为上主是值得咱所敬拜学乐的，阿妹吗？咱做伙来吟。我因是爱到主的一生中，我的内心的主求快乐。我亲像阿弥心意那甘甜，何处欢喜，我为我何处欢喜。我的心啊，兄弟，我的心啊，兄弟，我的心啊，兄弟。
要举起咱的手，做伙来学落讲，我的心啊，哦，上帝，我的心啊，哦，上帝，我的心啊，哦，上帝，我的心啊。用咱的心，搁再来学落讲。我的心啊，哦，上帝，我的心啊，哦，上帝，我的心啊，哦，上帝，我的心啊。谢主，因为主伊守住咱丰盛的性命，有伊伫咱的生命中，咱就无搁再惊吓，无搁再孤单，因为伊要陪伴、保护、看顾咱的一生，拢得到平安。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这么大，风也这么大，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靠主念想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风也这么大，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想我。咱用感恩的心来唱。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风也这么大，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
主，阮感谢落你，因为你的应允，互阮讲，伫阮惊吓的时，愿恁平安。你是享受平安的主，伫全世界拢不安、惊吓的即个世代，你犹原甲阮相同在陪伴阮，伫阮人生惊吓的路站、不安的路站，有你伫阮的性命，阮就会通伫遮放心来交托。愿主你帮助阮每一遍的学乐敬拜，你的宝座设立，看见你受阮的宝座会通供应、祝福、医治甲引带。愿主帮助透过你的真理的话，会通透放阮的心，放入重担，交托，互阮用信心来到你面前，看见你所要应允阮的福气。每一遍的学乐，求你接纳。每一遍的恳求，求你来应允，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叫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24首，我心俄罗至悬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心俄罗至悬上帝，万民澎湃依靠的社会的消灭满满，咱着俄罗来抚摸，俄罗敬奉，俄罗敬奉，俄罗永远我君王，俄罗。主爱信息公义的白上帝，因为入捌你，阮就有平安；因为信靠你，阮就有盼望。我要时时颂赞你的圣尊名，因为你看顾保守，是阮祝福，互见纳你所欢喜的人。当时阮真正软弱，有时伫有意无意的中间，行出无合你心意的言行。亦是生出无照你教示的观念思想，亏欠你的荣耀。我要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洗除阮一切不义，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阮向你献上感恩无煞。我若拄啊历过大风大影的2020年，因为有你的保守，阮搁较深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阮也要为着这世上也有侪含伫疫情、战争、战车以及灵魂失丧的人祈祷，特别严重肺炎病毒的威胁，到呾犹原重逢迎击伫全世界，致使全人类的生命安全、生活秩序、经济活动等等，拢遭受到真大负面的影响。这个检测并毋是你美好创造的内容本意，总是阮也永远袂话明白怎样有遮济烦恼、忧愁得谈判。阮只有谦卑搁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求主怜悯拯救。你的话有讲，阮受真大的艰苦，是为着要互阮得到平安。你因为疼阮的灵魂，就救阮脱离灭无的坑。因为你将阮一切罪ฮ็伫你的家只后，佫安尼讲，一开无得挂入，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盘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新的2021年，恳求上帝掌权带领赐福。主上帝本尊与教会有财务部会，甲教会手册定稿，也有插会小组的定期会议，甲志工队干部会议，佮阿加贝领袖小组，拢求主来掌权辅助，互所做的拢通荣耀上帝的名，也正人得到利益。阮也要为着青年牧区的事工来向你祈求，互2021年小组部有三角关系的方式，会通落实伫每一个小组。体人学园、学园、平台的建构，有对上帝来的智慧，佫无可能每一个人拢做到一场聚会、一个小组、一项服侍的目标。青年是你教会的调酒，由你的神来坚固因的信心，鼓舞因壮大努力向前迈进，接受操练、装备、灵命日日提升。当阮将感恩甲祈求拢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主感纳应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真侪。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6篇，一对诗篇16篇来的，启应文第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求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上大的欢喜。第声，实际别个心灵的人，一定加天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我应得的物件。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你伫我正面，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也袂互你的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第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面，我有永远的快乐。煞者要请长笛团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永常欢喜。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段2章25节到35节，巴克利版台语标语圣经伫第66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荧幕。路加福音2章25节。古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人名叫西面，这人义国敬虔，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踮伫伊，伊捌得到圣神指示，在伊还未死，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伊互圣神感动，就入殿，拄啊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要甲伊照律法的例来行。迄时西面用手指婴仔，学了上帝讲。主啊，当照你的话，地透放你的路步，安然过世。因为我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伊的爸甲伊的母得奇怪所论婴仔的话，西面甲因祝福，佮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即个婴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侪人起来，也做辩驳的记号。佮你家己的心也要有剑插头家，互侪人心内的念头会露出。以上，这时请本堂由朴黄主任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爱幸福，爱幸福。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幸福的源头。你是互阮会通得到福气的管道，愿主你帮助阮，对你的真理会通来得到领受，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价值，照安尼去行，阮拢诚做有福气啦。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大家平安。即个月咱是爱系列吼，咱知影伫即个。AI 的时代吼，其实咱受着环境所带来的遮个影响，所以无论咱的生活，咱即马伫买物件，咱的食食其实拢受着影响吼。有当时咱像即款的天气遐寒，无爱出去，搁变大雨，要安怎？哦。手机也着揢起来，你知无？日日的，熊猫就来啊，普遍达是讲有无伊做加付几十箍安尼即摆人嘛感慨安尼因为变热水，所以你看咱的生活一直受到一寡遮的改变消费的形态嘛是咧改变人甲人的中间咧拍招呼嘛是咧改变。顶礼拜我有讲，明明就伫共一个厝内，无共的房间，你袂走出来讲，搁伫遐赖客来，你即马咧创啥？食饭啦所以有真侪遮个生活形态，咱已经受改变，人咧志向嘛受到改变。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咱伫过年过节，其实咱拢会伫遐拍招呼啦。你最近好无？新年恭喜最近好无？昨等于新庄参加一个个别礼拜嘛是安尼，大家真久无看，你好无？当然有的人讲我好，袂歹，过得去有的人就讲我足好诶，足好诶，无共款诶即款诶表示，所以伫即个中间，其实咱咧问遮个话，重点是啥物？你即马过了有快乐无？你即马日子过了，感觉有幸福无？其实咱要问的是，我日子过了安怎？有快乐无？最近伫哈佛大学有一个课程是真受欢迎，一学期一个课程超过1400外个来修课，安尼有济无？伊是诚做哈佛大学上热门上受欢迎的课程。这个人生的导师班夏哈这塔尔班夏哈，伊就开一课这个课程讲正向的心理学
正向心理学。所以伫这中间咧讨论拢，我要哪搁较快乐，搁较会通伫遮来得到幸福。哦，伊开迄个门诶课程叫做幸福学啦，吼，幸福学。哦，无论是伫课程，也是伫网络，拢造成真大诶轰动，所以真侪人就伫遮来甲下载落来，甲登录落来吼。其实经过即个长期诶调查，即个哈佛大学诶毕业生吼，伫遮甲因调查讲，你有偌成功，甲你有偌快乐，这无必然诶一个关系吼。较要紧诶一个关系就是幸福诶关键是伫啥物？是伫伊甲人甲上帝吼，特别甲人有健康诶人际关系。所以人甲人诶健康诶人际关系，就种你甲人无论啥物款诶人，你拢会当甲伊真好诶相处，真好诶斗阵安尼吼。所以即个是幸福一个真要紧诶重点。基础咧，基础就是伫家庭啦。伫家庭诶中间，迄个和谐诶关系若好吼，是缔造互伊会通幸福诶一个真要紧诶一个重点吼。因为幸福家庭若幸福。有真好诶，即款诶人际关系讲父母若安怎慈祥囝儿是一个安怎优孝，讲父慈子孝，所以彼此迄款诶关系和睦，就会影响到伊甲同事、伊甲同学伊甲伊所接触诶人。你家庭若过了无幸福，所以会影响到伊诶性格、伊诶品格，然后伊甲人诶相处诶时就安怎？就会受到影响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健康诶人际关系是敢若甲人有好诶关系才有幸福吗？还是对咱诶信仰伫遮来看，我甲即位上帝有一个真好诶关系，才会通伫遮有一个幸福诶一个感受吼。今日咱看即段诶圣经，其实是讲起一个年长者。伊一生拢在等因为伫迄个环境所带来是乌压、绝望，总是伊有无共款的心态。伊伫咧等待，毋是对未来的失望，伊咧期待有一个拯救者，进入到伫伊的生命内底。拄啊，咱有听书会伫遐咧读当即个西面伊伫遮来看见耶稣的时阵，伊讲一句话，讲啥？安尼，互我会通安然安怎？互我会通安然过身呐。一般诶人面对死他拢会惊遐。有啥物人讲哇，我真爱伫遮面对这死无来诶时阵，因为看见即个救恩，所以我会通安怎？死嘛无遗憾，死而无憾吼。即位老大人，伊伫等待，互伊等着。所以伫迄个圣殿的中间，伊抱着耶稣，然后为伊祝福。但是头前若停留伫头前就好。伊搁后壁搁讲一段话，其实对玛利亚来讲，对耶稣的未来是一个感觉讲较无好的即款的未来，绝望的未来。伊讲哪像要刺插你的心相款吼。你做老母的心若受刺激，你会感觉安怎？你拄着迄个艰苦的心，你会感觉安怎？有当时咱无明白这个话。这检采是伫犹太人伫2000多年前的故事，总是这敢也是咱你我的故事嘛。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侪这个讲家拢有一本。报得念的经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变伫遮，你用无共款的态度去读，这嘛是咱咧读圣经的中间，变对安尼来反省，来看见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咱来思考，啥物是幸福？对你来讲，啥物是幸福是所以逐工拢真快乐，安尼就幸福三顿拢有通食，安尼就是幸福，是啥物？第二，咱要伫遮来拄着幸福，即个幸福是会通临到伫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中间嘛。
我要互咱做一个选择，就是讲哦，面对着检测有一寡遮个小确幸吼，也是讲你所认为的对现在、对未来啊吼，你感觉啊现在较重要的哦有无？举手一下，有无？现在，好来，好来，啊你感觉将来较要紧？你较看重将来，所以你有真侪遮个计划，有无？好，啊无举手的是安怎？拢重要的举手。哦，安尼哦，所以有个人对未来，哦，我即摆哦拍拼，念伊哦，我要甲咱三个分享。来，有人讲即摆较要紧的，也是讲将来较要紧。第一个有嘛无共款的看法。第一个讲认为即摆吼作歹，总是将来嘛袂好甲位对去，有即款的人。即摆这个世代安尼变咯，有无？哦，咱拢真乐观啦吼。诶，第二咱看，我只有想讲要享受当下。这个时阵较要紧哦，美食当前，食着对啊，管他伊明仔载安怎，哦，管他伊讲身材安怎变形哦，有即款的人无？有无？拢毋敢举手，我知。第三个咱来看讲，我即摆辛苦拍拼是为着啥？为着将来我会当过得搁较好哦，买一间较好的厝哦，过得搁较舒适舒爽的生活，有即款的无？我即马拍拼，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拍拼，哦，有无？有啊吼，第四个，我对即马感觉真满意，我嘛对未来有充满有即款的期待，有无？有啦，哦，这个就较侪人啊吼，好。其实伫咱的生活有一寡遮的困境啦吼。其实这是班阿写伊伫伊的课程，讲要安怎过得幸福的一个课程内底其中一个，就是讲，即马咱面对讲有认为快乐的模式啊，快乐的模式伊甲分做即4种啦吼。头一种就是就有1、2、3、4安尼啦吼，就是讲咱来看吼，即本册内底吼，我感觉袂歹，伊会当去看吼，总是无讲完全啦吼。好来。咱来看即个，种4种生活的形态会影响你我的想法，甲咱的环境。头一个就是讲低级汉堡，伊用即款的快乐来看讲汉堡啦吼，即个汉堡hamburger，即种头一个是较低级的虚无主义即个咱看即个图，我要来解说啦吼。即个头一个就是讲，看起来都无介好食，食落嘛对家己无好，无健康吼。即个甲伊对应的，就是讲，我的想法空虚、空空即款的主义我就明知影这就看起来歹搁有就是食落对我的身躯嘛无好，总是无法度为着要过日子我着爱安尼做所以对未来对现在，你也看迄个倒边甲下边安怎拢歹啦就像伫伊的生活中间拢充满无好绝望嘛无未来通讲。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当时西面伊迄个时代，其实伊迄个环境西布伦也是遮个沿海，遮拢受到外国的统治。所以外邦人常常伫遐来攻击因，所以因是被殖民即被殖民安尼所以因伫迄个黑暗、死荫迄款的环境内底，所以对未来无毋望这是咱看讲用即个象限来讲的时阵当时西面咱拄仔看的圣经，伊的环境是即款型的所以你也想象当时的人民因对未来有毋望无？无毋望。咱来看讲今仔日的即个世代啥物叫做厌世代，也是讲亚世代？这是差不多1990年代，即马才有80年左右的，有无？恁兜有即款的囡仔无？有无？然后80年代，阮兜有2个。好啦，咱来看讲
电话来把它关掉了。哦，来，哦，所以这款，啥物啦？哦，这安尼足着急的安尼吼。好，着急我毋知要怎讲话。哦，来，这款的年代这款的年代的人，你知影，伊是话人讲甘着金汤匙出世对无？这款年代讲衔着华属出世的，意思就是讲，咱知影迄个鸟鼠华属知无？电脑就是讲你用迄个咧控制你的电脑，这华属中，这款的年代的人伊的厌世代，毋是讲我无想要活落毋是这款的人是真优秀，但是安怎伊伫伊的生活中间，年代伊的环境充满惊吓不安伊伫咧憔悴这款的人叫做厌世代也是亚世代。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检查咱要安怎甲遮个囡仔对话，伊内底有一寡遮个伊的惊吓不安，这个是咱伊对未来检查充满安怎茫茫渺渺检查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有即款的人第二，咱来看讲，等到伫你有满足啦你看当现在总是对未来无即个期待这是甲对应是享乐的主义，意思讲，你看到一个汉堡，即马食就对不管伊以后安怎，先食敢搁讲即款的就是讲享乐的主义先蒙其利安怎，后蒙其害。我食美食当前对，这伊风肉、控肉是讲遮个真好食的，甲食落，有人会即种这若拢食落像迄恁有常常去食饱会无？饱会叫做包会啦，你知无？饱会，逐项看起来拢做好食，你是毋是想讲，我这若拢食落我的身材是毋是会走精？是毋是会变成做大富翁？但是无去想遐济我即马先推落、食落、啉落安尼就对无去想到以后所以即款的就是讲，伊为着现在，但是无想到伫将来。伫美国有一个老的影集这个电影叫做《阴阳魔界》阴阳魔界毋知在美国有看到即个影片无伊内底咧讲一个，就是讲有一个歹人，伊互警察伫遐捉，结果去互警察甲鞭死了死了后有一个天使总来找伊来带伊并且答应伊每一个愿望。奇怪，做歹人哪有遐好安尼伊拄开始啥无长安尼迄个啥拢无安尼结果天使佫互伊讲一项安尼，互会通有即个应允好，伊就想讲若真正安尼，无我讲，我要好食的物件呢，空嘛，真正出现伫伊头前安尼伊想讲，安尼若有美女毋是美女啦若有美女伫我身边安尼陪伴安尼，毋知要偌好，真正有侪的美女伫伊的边安尼过来感觉伊所讲的愿望，拢会通伫遮来实行。安尼袂歹咧，安尼即款的生活嘛袂歹，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了，伊就感觉讲安尼有够无聊的，无就甲天使讲啥，无你互我一个工作较有挑战性的，安尼好毋好？所以伫遮天使就甲讲你若伫天堂伫即个天堂内底，你要爱啥就有，除了工作。哪有遐奇怪就讲我要爱一个工作，你毋是讲逐项拢会使伊讲无，你若要爱食啥，要爱啉啥，要爱啥物，拢会使。总是你若要爱一个头路，无啦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伊感觉讲愈来愈安怎无趣味，愈来愈无趣味，所以伊对未来就感觉安怎无望真失志安尼即个时阵迄个天使就露出伊的真面目，庐山真面目，原来是安怎魔鬼装的啦。甲食袂要紧，甲啉袂要紧，开袂要紧
所以伫遮伊喙发出迄个魔鬼的声中，遮就是地狱啦，就是讲你对未来无即个毋茫。所以享乐主义的人，伊认为讲伊现在迄个情况就是好亲像天堂，所以欠缺讲对未来有长期即款的人生的一个意义甲目标吼。以现代的来讲吼，以现代来讲就是迄个月光族啦，吼，啥物叫做月光族知无？趁溜溜，开溜溜，食溜溜安尼吼，就是讲，反正我有偌济吼，我趁偌济，我就开偌济，我袂为着明仔载吼伫遐来设想吼，所以无注意伫讲我有偌济钱吼。反正先愈哪讲吼，愈了到地吼，迄个小单若来看就安怎，对无？甲愈来2000、3000，毋知讲这愈来是美金啦，所以拢无咧算遐济安尼啦吼。所以伫遮吼，因的名言吼，因的名言就讲能花才能更赚啦吼。我会开，我才会通趁安尼吼。开了吼，满足快乐安尼就好吼。这是第二项。有即款的人无？所以即摆卡在有人遐济就是安尼，目前快乐就好，总是无想到伫以后。所以这嘛是造成伫这经济的问题，造成家庭有一寡遮的债务的问题吼。这拢有呢吼。第三个，咱来看讲，等着总是伫迄个无奈无助的中间，咱来看讲伫即个象限的内面，就是我安怎我。拍拼坚强，有人安尼无？早出晚归，对早起拼甲较早我的老爸就是安尼，伊做水电嘛，透早未去上班的时阵，伊就赶紧去另外一个所在做民宿啦、民宅啦，迄个伫遐做水电，若热天的时阵放暑假伊就会叫我，因为我查甫大汉的来对我来。我毋创来拍工去做人的起厝，就来拍工放迄个开关的箱，迄个开关有公路，较早无像即摆遐利便，较早拢一支针一支蛤来甲画好，我去做另外一个所在你遮甲我拍高中的时阵放假对我老爸去，透早出门，晚入，所以做甲安怎，身体拢歹，糖尿病。当伊发生车祸的时阵，到着骹盘一空乌人，医生海头海甲强要落去讲，你这可能爱记起来。迄时阵血糖400，所以你看，有当拍拼伫遐嘛欠无啥的是无迄个味。总是伫这信仰内底，我的老母讲，医生你尽量甲阮医，阮祈祷。所以伫迄个中间，我的老爸经历上帝医治，骹无骨开，所以因为安尼伊来信主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有真侪人是安怎，我即马拼紧欠为着未来，结果当要享受的时阵安怎一张红单来，讲你的身躯安怎看起来颜面安尼。有人讲好，我准备要来佚佗结果无迄个佚佗的命，生命就结束。所以即款的人就是安怎看起来真健康好食对未来就讲看起来真健康，总是未来感觉无好食啦对未来是健康是有利益的有即款的人无？有，袂去调配家己的生活。调整家己的生活只有看到未来，总是现在呢，伊无法度伫遮有好的一个安排。所以伫遮咱看讲，就是拼。所以甲家庭的关系可能愈来愈疏远。当伊成功，当伊有遮个趁真侪时，发觉讲伊甲某囝的关系。伊甲厝人的关系
愈来愈疏远，无迄个亲密的关系。当到快乐了后呢，检测你对现在满足，对未来真满足。即款的汉堡看起来是真好食，食了对身躯嘛也袂歹。所以伫遮即款的对应的，就是讲我是一种快乐、开朗型的，有即款的人啊，我对现在、对未来拢充满有毋茫。总是你知影一个环境一直咧变化，你计划好个啊，所以咱计划、计划甲无啥安怎？旧年想要出国佚佗，我前年就计划好啊，总是1月、2月过年的时阵，看到迄个电视，即个疫情就安怎？就等于落国，要转来叫出国。但像诶，有当时真侪即个咱无法度伫遐来料想诶吼。虽然对未来有期待，总是伫即个100年都改变诶即个世代，咱实在无法度掌握着即个未来。安免怎？敢就总安尼失志，对未来拢无毋茫嘛？毋是安尼哦。咱看今仔日即段诶经文，一个年长者。是毋是像一般人讲，我食老啊啦，无路用啦，所以就定定叫人老岁仔、老岁仔。我常常咧提醒讲，你毋通叫这个老大人叫老岁仔，老搁兼岁本，毋是安尼嘛？上帝互咱的白头毛是荣耀的冠冕，有真侪这智慧、真侪这经验，是咱会通对因的身躯伫遐来学习的。昨等于参加这个94岁这个长老嘛。伊个别礼拜，伊红赛是我去新庄，还袂上任头一个服赛。平常时拢有咧检查，总是到迄个检查的时阵一检查，哪会肝癌末期啦？所以伫我咧甲因陪伴中间，透早就去病院伫遐陪伴。连问我牧师哪安尼？我讲我嘛毋知，生命拢是上帝的手头。最后，我只有甲伊讲一句话，讲长老嘛，咱放手，互上帝接受。咱放手，互上帝来接手，好毋好？无伊伫遐拖安尼嘛真艰苦，因为五脏六腑拢安怎，头拢衰微啊。落尾讲好，顺服。当牧师带伊做祈祷的时阵。入去唱一个歌，迄个心电图，真紧。甲厝诶人若无要放手，伊就是伫迄个中间来拖。所以当这长老嘛顺服，牧师带伊祈祷祝福，红赛，互上帝接转去，迄面容就无相款。所以当时咱看讲，当咱无法度去把握诶时阵。像即个西面共款，年老总是伊心内有期待。即长老嘛是共款，伊有真好的信仰，虽然第一代基督徒，总是加入来伫遮来勤俭持家，伫遐来起造伊的家庭。伊常常为着伊遐囝儿4岁信仰，囝儿孙来祈祷，伊做主啊嘛，94岁。所以看起伊这真水的信仰吼，咱要怎拄着这个幸福？检测是面对着困境的时阵，我共款嘛会通感受着我是一个幸福的。咱对咱的生命中间是毋是通去经历？亲像拄仔首诗歌讲，对主的人安怎有幸福？无论伫关山、伫困境，咱有安怎？伫你面对你即摆困境，检测你是伫即个我现在有困境，我对未来嘛毋知要安怎。咱的兄弟姊妹中间就有即款，所以牧师就安慰鼓励，咱阁有上帝，咱阁有即个大家庭，咱会通互相伫遮来相敬。你知影伫西面因迄个世代中间充满着即个绝望黑暗，受着
外族的统治，无即个未来。总是即个老大人，伊有原心存对未来有一款的期待甲毋望。伊伫等待有一位弥赛亚拯救者来到伫因的中间。咱做来读即段来，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对顶面来到伫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定。这是互因伫迄款的困境的中间，伫圣经的时代迄款，因所面对的是即款的。即摆用咱，你家己伫面对着你家己的困境的时阵，是毋是你家己伫遐哀伤啼哭，毋知要安怎？总是互你知影讲有这个大家庭、迦南教会，有咱的小组，透过安尼彼此分享代祷。资源伫遐互相的协助帮助，互咱伫迄个亲像西边共款，虽然有即款的一个困境，但是伊有原心有迄款的毋望，因为有上帝的听，透过你我也成做迄个听的管道。第二个咱看讲，咱面对检在有人暂时满足咧，像是迄第二象限迄个共款，因伫遐。面对着因生命有一寡遮困难的时阵，免怎伫遐来面对。上帝互伊有毋望，若无咱就亲像一般的人无望啊，长期受到统治，对未来无毋望。但是咱对即个老大人的亲像伊的信仰讲有圣神的同在，看见耶稣了有迄款的未来毋望。所以伊面对死无的时阵，伊嘛讲安尼，安尼我死搁较快活，对无？我会通安然伫遮来过生。伊对死亡就无惊吓。我每一遍若看到会友临终的时，伊信仰也真好，迄款的面容，迄款的一个对上帝的期待毋望，后日迄款的对永活的期待毋望。你要看伊的面容，会感觉讲，因为伊对伊的信心伫遐所发出来。当时因为遐个环境，互人感觉不安、惊吓、无未来，总是透过即个老大人，伊对耶稣的预言，伊对耶稣的即款的祝福，互咱遮个面对困境的人，知影讲你是有毋望的人。第一场了后，弟兄妹来牧师因祈祷，哎呀，这可能意外安怎？可能念伊今仔要开刀，我祈祷医治在伫上帝。咱会通做的就是对上帝的期待毋望，像当时咱看讲对即个西面，伊抱着耶稣，然后伫遮讲伊对上帝有即款的期待甲毋望。圣神来启示，知影讲伊伫未死之前要看见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看圣经也甲咱讲，咱伫咱面对咱人生困境的中间，上帝永远要互咱有一款的即个毋望。所以这是西面伊伫遮抱着耶稣，然后伫遐祝福了，圣神甲伊讲，你拄着即个救恩啊！所以伊对未来，伊就无惊吓。伊讲我会通安然过生，甚至面对死亡，伊拢无惊吓。因为伊知影上帝恩典，信主的人嘛是相款。若拄着遮困难逼定，哎呀，上帝哪会无爱紧带我去啊？袂讲哎呀，对安怎赶紧帮助我，互我会通紧好起来。迄款的心理无共款啊。有属上帝思想，对未来就袂担心，对未来就无惊吓。咱做个读来，主啊，担照你的话，伫头放你的路步安然过生。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办是的面前的，做工来照行，搁做你以色列。昨参加是94岁，顶礼拜接到一个电话，嘛是过去会友18岁，当要开始的人生，读鸵鸟大学，
蛋大了吼，桥倒来，突然对巷仔撞出一台汽车，弄到了18岁性命就结束。听到的时候，感觉真哀伤，因为这少年囡仔拢看因伫遮大汉。长老来问我讲，牧师啊，安慰礼拜要讲啥？安慰礼拜要讲啥？我就有一句话讲，我靠迄个家庭，互我开来。现代中国用不讲，我会当面对逐样的困难，逐样的环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讲啊，我知影安怎踮伫迄个丰富逼真，我知影安怎踮伫无共款的这个环境。有当时啊，亲像约伯，咱最近咧读约伯记，咱要怎伫遮来陪伴？甲遮忧伤的人相做伙，有当时啊，毋知影讲要安怎对遮伊的阿公阿嬷安慰，对伊的这爸母安慰，因为过去陪伴因16年久，总是上帝话才会通伫遮来帮咱安慰。敢若有当时选择的是静静陪伴，替祈祷。也即摆，互咱看见讲生命实在是无定着，总是咱对上帝有期待毋茫的时阵，伊就想述迄个教义的信心，帮助咱看见迄个未来。所以，上帝找独生圣囝，正到伫人的中间，是伫人上黑暗、上需要的中间。今仔咱带真侪无道友来，其实嘛是伫因生命拄着真侪遮的困境困难，无论是心灵身躯的、囡仔的、家庭的问题、婚姻问题，真侪。所以我看见咱的兄弟姊妹一项一项咧经历，迄位服务变做为上帝，互因期待有产业，总是生袂出来，上帝就赏赐互因。因毋知影行安怎头前的道路时，佫有最侪遮的困境威胁的时阵，上帝就透过咱的兄弟姊妹伫个边仔伫遮咧来扶持来帮助。今仔上帝嘛看见咱伫对未来的迄款的一个毋茫期待，所以伊找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透过生命祝福的过程中间，对玛利亚来讲是一个锥心之痛，何尝咧刺插伊的心？一个做老母的知影讲未来伊爱面对着迄个囝儿的失丧，总是要救济济遮世间人，是因为上帝疼咱，所以互咱有一个约。顶礼拜牧师咧主持圣餐的时阵讲，即个是新的约，是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所以咱啉的时就行来纪念伊。所以为咱这伫遮咧设立，对无？即只第一遍领受即个圣餐，互咱知影讲。原来耶稣为着咱来付上代价，用伊宝血来付上伫十字架顶流血，代替遐个祭牲，互咱会通伫遮来做一个有毋茫受救赎的。1月初6是基督教即个节期内底一个真要紧，就是主显节，也是讲显现日、显现节，是咧表示讲耶稣。彰显上帝的疼，出世伫世间，然后这纪念讲东方的博士伫遮来调见耶稣。意思就是讲，耶稣出世了，头一遍外邦人伫遮来显现，所以这个救恩是要万人伫遐显现，亲像天使伫报佳音讲，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是关系啥？全世界的人。所以今仔咱要传福音，就是互人知影讲，即个救恩是要互你我、互无信的，拢有机会伫遮来信主，拢会通伫遮来得到即个救恩。咱做伙来读来，伊要生囝，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拯救伊的百姓脱出罪恶。上帝要拯救啦，救伊出
罪恶进入到你光明内底。有当时咱面对这个困境，咱可能选择放弃，但这个斯坦福大学这个教授哦，伊伫遐咧讲哦，其实一个这个幸福主要是安怎？你爱好好安怎照顾你的内心迄个世界吼。就讲人爱面对着即个幸福的时阵，你爱有主动，你也有去较无去追求哦。第二要有感恩的心嘛。第三，伫迄个歹环境中间，你莫放弃。伫歹中间嘛有迄个好。所以有真侪人可能，若用扑克牌来讲，你摕一手的歹牌，这免啥意啊，这放弃啊。但是如果有智慧的，伊会通对迄个中间，伫遐找出有真好的一个点。上帝互咱无共款，所以迄个观念的反转真要紧哦。伫即个急变的社会咧改变的中间，上帝互咱有够遐智慧，亲像加天互我开，互我会通去面对。愿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遮，知影讲透过西面来看见当时的世代，看咱即马即个世代，不管是厌世代、这厌世代、月光世代，也是讲咱看即个疫情对未来，毋知当时会结束。有真侪人会想我讲，我啥物时阵才会当出国去佚佗？咱对未来现在毋知茫茫了了。但是较要紧内心，如果恁有一个正向的思想，即个毋茫是入来，亲像西面，虽然面对生命要结束，伊犹原安怎欢欢喜喜，无遗憾。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互伊的救恩，才会通过即个幸福的人生。第二就是讲，咱免你家己领受哦。今仔上帝邀请咱做伙来参与伫即个福音的圣工的顶面。无论你是担任小组长，你是担任遮个小组的同工，还是教会遮个干部，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责任，就是分享即个福气互人。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伫遮来回应咱所要领受的恩典吼。对做人有幸福，无论啥物款的境遇，上帝拢甲咱相同在。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做忧愁真快乐，但是叫落饮食，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得做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调大欢喜。一条主唔当帮你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得主的人有幸福，该要可通的快乐。你主好因我是，嘴要金的开声语。为的快乐，得做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条条大欢喜，一条主唔当帮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为主的人有幸福。
主啊，对你的人是有幸福的，因为你互阮的困难是教育阮面对所有的环境，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帮助阮，互阮看见透过这西面的长者水的信仰，虽然伫迄个歹的环境，伊有缘对上帝有信，对上帝有望。愿主你也帮助阮面对阮家己个人、家庭的困境，整个阮的国家的困境，阮有缘会通伫遮，靠着主你所加添互阮过来，阮会通面对阮所面对的遮个无共款的环境，有缘会通安然自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要为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疼痛的主，全能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经过平安的每一日。今早起，阮来到主你的圣殿，领受主你的恩典。透过牧师话语的开帖，互阮搁较明白，生有时，死有时。阮只要学习全然的交托，阮的人生就会幸福。主啊，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你坚固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所行所做拢无偏离主你的教示。主啊，阮所有一切拢是你恩典的赏赐。当阮献上时间、才能、金钱，求主圣化，愿主感纳。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先要来欢迎头一面伫咱中央做伙来敬拜的陈开东兄弟吼，请你徛起来，阮甲伊欢迎吼，咱泡泡甲伊欢迎。好，请坐吼，请坐。好，请坐。好。好，咱来看周报消息，周报的消息吼。咱配合政府的政策啦吼，正个教会请咱来戴喙安吼，戴口罩，若无法度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吼，社交距离，请咱吼
带喙暗免受罚吼。咱也欢迎即区议员姊妹吼，成员会这转入来伫本教会，咱会恭喜吼，有来无？第三没有，第三是姐姐吼，咱来欢迎伊啦吼。咱伫1月31，咱有定要召开今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吼。咱手册会伫1月有定伫1月24伫遮来发放吼。请各部部长吼，遮个相关的人员，请伫今仔日3点进前吼，你将你各部的资料来确认，伫干事遐来签名定稿安尼吼。咱的影音管理小组咧招募有导演、有音控的吼，遮个同工若有意愿吼，你会当做伙伫遮来服侍，请甲陈如山长老来报名。咱的疫情的关系，所以请咱若要入来教会吼，咱同工会甲你讲，请你刷卡吼，安尼才会知影讲实名制是变啊济吼。请咱配合啦，你若无名牌，就甲迄个主任干事张玉遐讲吼，咱会甲伊为安排即个名牌吼。过年要到啊吼，咱教会有准备每户1份春联，伊讲无错，我2间厝的，就领2份安尼吼。3间咧，3张啦吼，那是表上帝祝福啦吼。伫遮那会当甲文生长老也是迄个张玉吼干事来领吼。咱的协会吼，今年度的会员，请咱会通伫遮到伫社区干事遐来缴500块的年费吼。咱做伙来支持性命教育的遮个事工。同时咱社区的事工嘛有伫训练即个志工吼，有基础的训练甲特殊教育的训练一期请咱家己来看，1月18、19到20吼。你若要参加，会通问即个因有干事。咱的互助社吼，109年度伫迄个1月17会通领社员的纪念品啦吼，发放到2月26。定伫1月24吼，伫教会2楼礼拜堂来举行即个社员大会吼，请咱注意吼，领爱去迄边领 ，OK 吼，爱去爱伫大迄栋楼顶吼，遐来领咱的纪念品吼。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吼，咱做伙来读金句来读2遍，读金句读2遍，做伙来。主啊，照你话，地头放你的路卜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路加福音2章29到30，再一遍。主啊，照你的话，地头放你的路卜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路加福音2章29到30节。会众请起立来吟上言圣诗第391首。我若天顶主宰，吟诗刷，请由牧师读读。同心祈祷，领受上帝所福。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内底有份伫永活。天父上帝用你永无改变的慈爱双手，引带阮继续行伫你所要赏赐阮稳定的道路。
主圣神，因为你的感动，才会通知影耶稣所带来救恩。愿主你的圣神来感动阮，特别互这无道的朋友，会当起条主你的救恩，会通等待主你过来时阵无惊吓，因为有永远毋茫。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拜倒。